大家好，我係慈山寺佛法心靈輔導中心嘅社工李姑娘，歡迎大家收睇佛法心靈輔導，幫你揾到出路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主題係心靈綠洲。喺繁忙嘅都市生活入邊，好多時我哋嘅心靈同埋思緒都係好難平靜或者安穩落嚟。我見到好多嘅來訪者，佢哋嘅狀態好多時都夾雜住好多負面嘅情緒，例如焦慮、失落、憤怒或者悲傷等等。心靈綠洲就好似一支定海神針咁樣，貫穿整個輔導嘅歷程，陪伴來訪者返回安靜嘅狀態，為佢帶嚟靜心、專注、覺察同埋慈心嘅養分。喺佛法心靈輔導嘅預備環節入邊，以處理驚恐為例，一位曾經經歷過丈夫出軌嘅來訪者，每次見到丈夫嘅電話彈出一啲訊息嘅時候，佢嘅思緒會瞬間變得好混亂，心情變得緊張、焦慮，好驚先生再次有外遇而拋棄佢，或者放棄佢哋嘅婚姻。呢啲內心嘅極度恐懼，令到呢一位女士經常出現呼吸嘅困難。喺輔導嘅面談入面，輔導員用頌缽嘅聲音作為停頓嘅提示。當來訪者聽到頌缽嘅聲音嘅時候，提示佢要停落嚟，將注意力帶返去自己嘅呼吸嗰度，靜靜咁樣專注呼吸。換言之，頌缽嘅聲音成為停頓嘅提示，幫助來訪者建立停落嚟嘅能力，覺察當下嘅呼吸，以呼吸作為定錨，令到佢能夠同強烈痛苦嘅感覺保持適當嘅距離，從糾纏不清嘅情緒入邊停落嚟，亦都唔好俾過去嘅傷痛回憶過度拉扯，令佢可以重拾穩定。其實若果情緒棘住咗，就唔能夠生起理性同埋智慧，所以每當來訪者有強烈嘅恐懼同埋憤怒嘅時候，輔導員就會邀請佢留意身體嘅反應，以友善開放嘅心，透過身體嘅信號去覺察情緒，然後睇清係啲乜嘢情緒喺度起伏，去學習接納佢，唔抗拒，唔批評，亦都唔跟隨，讓情緒可以自然咁樣平復同埋消散。唯有情緒被覺察、被接納，讓佢疏通，苦嘅感受先可以被療癒。總而言之，面對混亂嘅情緒狀況，來訪者藉住心靈綠洲嘅練習，讓自己可以停落嚟去觀察，同呢啲強烈嘅感受同埋思緒保持距離，以開放、接納、諒解嘅心態，如實去觀察喺邊一啲人事物嘅背景之下，生起呢啲嘅情緒、思想同埋反應。此舉能夠幫助我哋嘅來訪者喺思慮或者情緒嘅漩渦入邊，恢復安穩同埋平靜，以滋養我哋對自己嘅慈愛。